大家好，今日經犬經過上環順德中心，諗住買杯咖啡，見到一間咖啡店，佢個名叫做 Coco Espresso， 我見佢有貝果套餐，有得食又有得飲，咁就試下啦。呢個套餐88蚊，有一杯咖啡同埋一款貝果，都唔錯喎。我叫咗一杯開心果燕麥咖啡，佢飲第一啖有好重嘅開心果味，第二啖就會飲到咖啡味，佢唔算太甜，都幾好飲。等咗幾分鐘，雞胸肉牛油果貝果到，佢大大個好實淨，好多餡料咁。咬落去個麵包鬆軟嘅，啲雞胸肉非常之滑，而且啖啖肉，再加上牛油果醬，啲醬多到滿瀉，性價比非常高。如果大家嚟到順德中心，又想飲杯咖啡，食少少嘢，不妨過嚟試下啦。大家鍾意嘅請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。